美国国务院第2号人物副国务卿舍曼在天津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举行会谈，中国敦促美方解除制裁。在会谈中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锋说，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，面临严重困难，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。舍曼说，美中作为2大国，即便有分歧，亦可以通过负责任方式沟通和讨论，希望双方共同采取行动，推动2国关系改善。在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的贩毒团伙之间发生冲突，已有18人丧生。在瓦尔帕莱索州，敌对的犯罪集团为了控制该地区而持枪冲突。根据目击者称，近200名武装分子在该地区战斗了数小时，将现场变成了战区。目前已发现18具尸体。河南水灾及其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引起全世界的关注。可是当外国媒体前往郑州采访时，却在街头遭到河南所谓爱国人士的叫骂和围攻。BBC 驻中国记者斯蒂芬·麦克唐纳在推特上表示，骚扰行动已经开始，包括向 BBC 工作人员的个人电话发送暴力信息及其针对家庭成员的骚扰威胁。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告，7月25日，中国大陆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6例，创下自1月以来的最高纪录。其中本土病例40例，江苏39例，辽宁1例，双双创下近半年新高。据路透社报道，当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4例。突尼斯总统赛义德宣布，根据宪法相关条款，他决定解除总理麦西西的职务，并暂停议会活动。突尼斯主要城市25日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，赛义德25日晚与军队和安全机构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，并宣布一系列紧急措施，包括解除总理职务，由总统暂时领导政府直至任命新总理，暂停议会活动，取消所有议员的豁免权。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，副国务卿谢尔曼向中国外长王毅表达了对中国人权的担忧，包括北京对香港的反民主镇压、东突厥散持续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、西藏的虐待，以及限制媒体访问和新闻自由。北非利比亚是中东、非洲难民前往欧洲的主要通道。国际移民组织表示，一批难民昨日在利比亚乘船欲前往南欧，船却不慎沉没，造成至少57人丧命。目前尚在调查原因。国际移民组织表示，透过1名幸存者，他们得知起码有20名妇女和2名儿童在这场悲剧中丧生。